咱台湾伫咧80年代末期摄影的作品是有真大的转变，尤其是将 Photoshop 的软体引进入来台湾了后，主本拢是用底片来翕相，转做是数位编辑。即马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示出176件作品，要来展现咱台湾当代影像艺术百年的创作力量。面容甲身躯拢着相无完全，黑白相片内底，互看到劳工的无奈甲艰苦心。工商显影系列作品是1995年何景泰老师用拍立得翕手工显影放大的。看过去花花花，若像万花镜的镜像装置，斟酌看其实是实物的组织。像讲，互摄影家伫咧1994年用电脑数位扫描机来创作，提出暗房结束者的观念，表示数位影像的时代是要来啊。大概在1980年代末期，张光和老师他把Photoshop 带回台湾之后，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创作的无中生有创作的一种可能性。1990年代了后，多元数位影像的结合正兴。张辉明老师2012年的脆片系列，逐组拢以100-200张的相片落去剪接做影片，光影甲时间的卡夹，那亲像拢锁伫伊的镜头内底。找一个过去我们认为一个线性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在透过影像的创造之后，成为一个封闭、不断的循环，这形成一个不太一样的时间的体验。目睭大啊大蕊创作者廖基武本身也是电影者，这组2011年创作的好看小姐，试图要挑战外界对亚洲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个好像很可爱或者是甜美的这些生活场景，然后还有扮装之下呢，就是因为视线被遮蔽，所以它又反映出了某一种生活中的人跟人之间的某一些紧张或者是暴力的关系。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即马展176件作品，互看到底片到数位输出的过程，也思考未来虚拟结合立体影像的可能性。记者阿敏、金正派文台北报道。